大家好，呢度梁晶晶 Crystal Online 嘅四喜媽，四喜媽今日同大家介紹另外一盤好靚嘅香灰琉璃啦。好，呢一個第一條好靚嘅，嗱，望到有聽金繡嘅一家啦，仲有金箔紫色嘅，嗱，大家咧都好中意嘅紫湖色嚇，望到好靚，紫色㗎嚇，好靚。好，第二個咧就蘊含晒所有香灰琉璃裏邊嘅5種顏色都有，5種祝福全部喺晒手上邊。好，仲有聽金繡嘅一家親。好，第三條我真係要隆重介紹佢出場嘅就係喺香灰琉璃裏邊咧，被譽為18紫嘅。好，呢一條18紫嘅設計，所有嘢都非常之靚，有個金剛棒啦，有個3通啦，所有5個顏色，甚至乎就係心經啦，全部金箔琉璃都喺晒呢一條裏邊，集所有嘅喺晒裏邊嚇。好，呢一條90蚊，其餘嗰2條咧就係60蚊嘅。有興趣嘅朋友聯絡四喜媽梁晶晶。